今日三友帶來一套黑色搭配胡桃木色嘅型格單位俾大家。玄關位總共有2套到頂嘅黑色木櫃做鞋櫃同儲物。為咗對應翻黑同胡桃木色，客廳用咗幾種唔同嘅燈來提升整個家居空間。電視牆 B 型燈帶連帶冷氣燈槽位都有燈帶。為咗節省空間，我哋做咗個隱藏式餐台。業主使有需要時簡單拉出來就可以啦。多功能櫃仲有好多小配件，方便日常使用。右邊仲有個酒櫃同收納牆來收埋客廳嘅常用品。另一邊就用薄色櫃同到頂隱藏門間開睡房。整個房間入面都做咗一層地台，提供咗額外儲物空間之外，依然配合到業主對設計嘅喜好。過返來玄關隔離仲有個隱藏嘅衣帽間，業主特別中意呢種獨立小空間嘅安全感，亦有足夠位置擺放自己嘅物品。業主平時比較少用廚房，所以就留咗相對少啲嘅煮食空間。黑色台面嘅左邊就做咗斜角新盤來配合空間，仲有個多塊折疊層板喺隔離。浴室門就用咗霧面玻璃嘅折疊式趟門，入面繼續沿用黑色來咗主題，由洗手台去到馬桶都唔放過。直角玻璃月屏做反浴室乾濕分離，洗衣機都放埋入浴室沖涼換衫都可以一併擺埋入去啦。有興趣了解更多可以隨時電話聯絡我哋，亦都歡迎隨時到我哋三友嘅觀塘門市睇下。